好啦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国军第4季战备任务的训练。伫屏东甲高雄要来进行着5天4暝的实兵的演练。这个昨哦，炮车啦、战车啦、装甲车照出动，声势真大。啊，若家己这边再去一套炸，冒 F-16V 的战机来升空。CM11战车、8连的架车、各种战车、架车、炮车拢照出动。 昨出现伫高雄屏东的省道甲庄脚的路，战车经过时真大声，场面真震撼，真侪赛车的人停落来翕相观赏。今日伫燕巢深水公墓这边，这国军伫遮进行整装实施、疏散伪装甲战力的保存。 面对强军一直扰乱台湾文攻武吓之下，为了强化军事战力进行第4季战备任务训练，伫战备月分别进行现地侦查、多项兵推、现地战术甲实兵演练。即摆伫高屏地区进行5天4暝演练，重点放伫战力的保护。4架 F-16V 战斗机做伙升空气势集中。 其中一只伫空中进行表演，非常的精彩。即摆咱国所买新战机的装备，将现有141只升级为 F-16V 战斗机。空军18伫嘉义基地举办头一期 F-16V 作战队成军典礼，总统蔡文嘛将罗南去主持。排练就遮精彩啊！迄一天会有偌精彩的表演，军事迷拢真期待。